两位兄弟平安，咱搁伫主日，特别伫即个母亲节的主日，咱三个伫线顶来敬拜上帝。大声要对咱做妈妈的姊妹来甲咱讲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，愿上帝恩典满满点伫咱所有做妈妈的姊妹的身躯顶。也伫遮送咱一首诗，甲咱做伙来欢喜庆祝思考即个重要的日子。阿母的心是石磨心，阿母的情是尖线情，阿母的思是日夜思，阿母的念是岁岁念。阿母的囝是心肝囝，阿母的孙是宝贝孙，阿母的福是神赐福。这首诗叫做心情少年囝顺福，心情少年囝顺福。所有的做妈妈的，一定拢有即款的经验。这首诗写了。拍算袂偌歹吼，这首诗是我伫20多年前做学生的时阵，心中的感触，甲伊写落来。我想做老母的心思，就是亲像石磨心同款，为着家庭，为着囝儿孙，付出真多。做妈妈的，就是安尼。的角色，咱今仔日通过母亲节，甲咱做伙思考一个主题，就是教会是信徒灵性的母亲。咱今仔日要讲的，是另外一个咱常常接触，总是咱无感觉伊原来是母亲的角色。有母亲的形象，咱伫台湾会惯势唱一条歌，讲母亲是山，母亲是海，然后就讲母亲的名叫台湾，母亲的名叫台湾。今日咱要通过教会。是信徒灵性的母亲这个角度来看，母亲是信徒信仰养成的所在，母亲是信徒敬虔操练的所在，母亲的名叫教会，教会。今仔咱用使徒用以弗所书第4章，是使徒保罗真要紧有关教会论的即个教示。特别今仔咱所读到第4章是非常要紧的，内面就讲到真要紧的概念，就是13节4章13节的所在讲，直到咱众人伫信以及。捌上帝的囝来合一，到成做一个完全的人，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忠诚迄般。中文圣经讲咱安尼，通过安尼会通长大成人，得以长大成人。简单讲，咱通过伫教会即个真要紧的场所，就是上帝甲人相拄真要紧的即个所在，互人会当通过伫教会信徒灵命成长，然后到伫长大成人，得到基督充满来忠诚迄一般。简单讲，伫即个思考内底，就是爱咱长大人，每一个信徒的信仰灵命
伫教会培养的内面，会通当大人，无搁诚做囡仔。因为若亲像囡仔相款，会互遮个做遮个规矩瞒骗的遮个法术，互人制教来骗取。现代台语译本翻了较白，伊讲毋通亲像做囡仔相款，互欺骗的编造出来所有的错误的学说拖得去。简单讲，袂通互其他遮个假的学说，人所编出来学说拖咧戆洗，拖咧行，飘来飘去，信仰无一个根基，伫遐飘来飘去。简单讲，伫信徒信仰养成中间，爱长大成人，爱当大人，互人伫信仰顶头会通有根有基，建立即个要紧的基础。15节讲啥？讲是点伫仁爱，讲真实，互咱伫万项渐渐大，到伫迄个最头的，就是基督。台语现代本较清楚，咱反转着用疼心讲真实，伫大方面用最头的基督做目标来成长。简单讲，要长大成人，要当大人，信徒伫教会做母亲，伫内面成长培养，操练敬虔，互伊的信仰生活会通用最头的基督做咱的目标，咱来成长。用保罗的话来讲，就是哪来哪成基督的迄个款。然后伫遮一切要来做伙，互咱的身躯的肢体百节拢会通结连起来，然后咱会通照该然的运动，直到身躯若长大，伫仁爱家己来去做。简单讲，咱整个的忠诚，就是要利益伫咱基督教会的成长，互伊的功能会通正常，伊的功能会通发挥出来，互规个身躯长大，用疼来起造即个基督的体。基督的体就是指着教会。然后在这段时间，咱有真侪机会，好好定心思考，到底什么是教会？教会是咧讲教堂吗？咱因为肺炎疫情的影响，这段时间这个 COVID-19 的病毒真严重，至到咱拢无法度伫教堂内底进行实体的礼拜，就是袂通用人甲人接触伫教堂内底做伙做礼拜。检采对真侪兄姐，特别较年长的来讲，会真袂惯势。啊，太逐礼拜要礼拜，都爱看电脑，都爱看手机，都爱看 iPad， 啊，伫线顶啊对迄个一面镜，对一个电视、电脑、手机安尼来礼拜，真袂惯势。我较习惯是实体，人甲人相拄，伫圣殿内底，伫教堂内底做伙敬拜。总是咱这段时间已经一年久的时间，无法度伫教堂的礼拜，也帮助咱定心思考，分别清楚，教堂毋是教会，教会是所有群体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上帝的囝做伙组织团契，这叫做教会。所以咱英语讲 church， 教堂叫做 church building， 意思
事无共款，建筑是硬体，总是教会是软体，是用人做主体。历世历代的信徒，咱拢正做教会，也无分区域。全世界普世正教会拢合做一体，正做基督的身躯，正做基督的体。今仔日所读的经文，如果你若倒转去看第4章头前，你甲咱讲的，对第3节开始，一直到第7节，有一段真要紧的教示。伊讲，咱就用和平三连结，三结连，第二修圣神所想事的合一，第二修圣神所想事的合一。因为伫即个合一的基础内底，有7项节，有7项的节真要紧，就是体一个，神一个。咱所受到的愿望也是一个，主一个，神一个，洗礼一个，上帝一个。这个所在讲到的神一个是指圣神，所以简单讲，一主、一神、一洗礼、一上帝、一圣神，一个体，然后一个愿望，伫这7项节，正做信徒教会合一真要紧的基础。这7个节，就是咱合一真要紧的基础，也是咱的信仰基本的教义真要紧的基础。伫这个合一的前提，咱伫听三甲做伙来起造教会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到伫这个所在真要紧的，要起造教会头前的11节、12节所讲到的，就正做使徒保罗要甲咱教示的。伊讲，伊所想事的，有使徒、先知，有传统伊妹，有牧师，有先生。为着要互圣徒招备来做车用的工，起造基督的身躯，起造基督的身躯。伫遮逐款的即份顶头，原来是上帝通过圣神所想事互人，伫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底，咱会通照逐人所领受的来尽职。来分工完成起造基督的身躯，起造教会。第7节甲咱提醒，这个恩赐拢是上帝所想事的恩典，总是用恩典，互咱逐人是照基督恩赐的分量。简单讲，咱逐人所领受的即份是上帝恩典，通过伫基督耶稣内底所赏赐互咱逐人所得到的即份。弟兄姊妹，咱看到原来伫教会内底，诚做信徒灵性的母亲，真要紧的就是通过逐款的即份来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。伫遮咱看到有亲像使徒做见证。为着耶稣基督国话做见证，亲像先知教示人，然后也看见有传统伊妹伫初代教会使徒就做传统伊妹模样，世界做见证。然后有牧师、有先生，就是负责牧养、负责教导的，要来装备信徒灵性的生命。所以真要紧的，伫即个所在。就看见，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，要来互圣徒招备，圣徒会通得到招备。咱中文讲成全圣徒，成全圣徒。
这个成全的意思，就是有迄个修复、修补的意思，修补。亲像马太福音第4章，以及马可福音第1章内底讲到的，耶稣的门徒，呼召门徒的时阵，遮个讨鱼的人，因伫海边、伫湖边，伫遐咧讨鱼，因的网拍落去，然后网会裂开，会受伤，会破去。所以咱伫台湾有一条歌，咱真爱的，叫做“补破网，补破网”。原来即个成全，就是有迄个修补的意思，就亲像补破网共款，就是目的是要互迄个失去功能的物件恢复伊原来的功能。然后这咱诚做耶稣基督门徒，咱诚做上帝囝儿，咱有咱原本应该受造的迄个形象，所以这个修补，这个成全圣徒，来互圣徒会通得到招庇。简单讲，就是要来装备上帝的子民，通来做侍奉的工作。修补、成全，就是有迄个装备的意思。伫即个前提内底，咱要倒转来看，伫教会传统安怎样将教会当作信徒灵性的母亲。伫初代教会迄个教父中间，有一个叫做居布良的，伊的主张影响到伫奥古斯丁，到伫即个加里门先生。奥古斯丁就有一句话安尼讲：旧则教会做伊的老母的，就袂通有老上帝做伊的爸。这是奥古斯丁讲的，是比较的较严格。加里门用较温和的口气安尼讲：领上帝做爸的，就是用教会做伊的母；既若领上帝做爸的，就是用教会做伊的母，做伊的母亲。安尼讲起来，就清楚知影，加里门先生伊的假说就是，竞选甲救恩，拢发生伫教会内底，也通过教会，互信徒会通领受上帝所赏赐的遮个救恩。通过教会，也互信徒得到养赐，会通经验到救恩临到伫伊的身躯顶，也得到眷顾。咱看见教会就亲像老母相款，怀孕、怀胎，然后生产，互信徒会通伫即个环境内底，来成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受装备，完成成做上帝囝的使命。所以咱看到上帝旨意通过伊的自执，亲像家母自执家仔囝共款，爱将一切囝儿、上帝囝儿自执伫伊教会的怀抱内底，也不但叫伊伫即个所在，亲像婴仔、少年人相款，也佫爱亲像以弗所书所讲到的，爱长大成人，毋通佫做囡仔，爱会通来成长，到伫得到基督的充满来成长迄般。简单讲，教会诚做培育的所在，教会诚做操练信徒敬虔的所在。通过上帝话、圣道以及圣礼，就是咱所讲的洗礼甲圣餐礼，
伫圣道甲圣礼执行的所在，圣神做工伫即中间，互咱看见圣道会通产生教师教导培育的功能。圣礼伫圣神的作用内底，也产生真要紧的功效。所以加里文先生伊就非常注重有关讲道、有关讲道的重视。伊讲教会正做教育的所在，完成上帝所交托、培养信徒的使命，互信徒通伫内底成长。上帝无用变魔术，一粒句就互信徒的灵命对囡仔转做大。颠倒头交代教会爱来执行即款教师教导培育的工作，互信徒伫内底通去忠诚。所以伫教会内底有迄个宣讲上帝国福音的讲道，宣讲就正做上帝交托牧者来完成的工作。所以加里文先生认为，若听牧师咧讲道，就若亲像是听到上帝家己咧宣讲上管。当然，即个前提是牧师的宣讲爱符合伫上帝话圣经的教示。伫听讲道的时阵，伫礼拜内底听到宣讲，圣神做工伫人的内在，牧师的宣讲是外在的工具。要紧的是圣神伫咱内底做工。亲像咱即段时间，无法度伫教堂内底听讲道，总是咱伫线顶伫遐敬拜，做伙领受上帝的话。真要紧的，伫教堂内底，咱敬拜、领受圣神的做工，咱听讲道有感动。敢讲咱伫厝内底、伫线顶敬拜上帝，咱伫线顶听讲道，咱就无圣神吗？同款的，咱若伫线顶礼拜，咱听到诗歌，做伙祈祷，同心敬拜。领受上帝的话，咱有缘有圣神做工，咱嘛会心中有圣神的感动伫内底，敢毋是？我真侪摆倒转去，搁一摆听，搁一摆来参与看见以早礼拜的录影，也常常也伫迄个中间也受感动。无论是师会所领受、所引带的祈祷，还是读经，还是做礼拜中间分享上帝话的信息，拢伫圣神的感动内底，会搁一摆催逼咱、提醒咱的内在的灵性生命受起造，然后咱会通重新受培育，伫上帝话甲上帝神做工内底，也搁伫圣礼，咱也看见即圣礼内底。通过圣餐，咱讲起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所备办的饼甲杯，咱虽然无法度伫教堂做伙领受，总是伫线顶做伙领受，嘛同款会通领受到圣神做工，互咱得到感动。咱伫厝内食饼、啉杯，甲众信徒三甲做伙团契领受。饼甲杯，有缘感受着主耶稣基督为咱所做的一切。所以咱看见伫教会真要紧，即个上帝甲人三甲做伙相处的环境，真做真要紧，就是圣礼甲圣道拢有圣神的做工。然后产生真要紧，会当养饲信徒的灵命，会当培育信徒敬虔的生活，互上帝的子民建立信心，
徛在，也灵命哪增长，互人甲上帝的关系哪亲密。伫即个理解内底，咱就明白，原来即个教会称做信徒灵性的母亲，即个传统是咱伫教会生活内底非常要紧的一幅图，一个景象。咱就会记住，咱伫庆祝、伫纪念母亲的疼，也据咱拄则所读经文中间16节，咱要伫疼，用疼来起造，咱要用疼来三甲起造，即个基督的体就是教会，伫仁爱家己起造，身躯渐渐长大。咱毋通袂记哩，咱个人灵命的成长，就是咱整体教会做伙身躯的长大。咱毋通袂记住，咱的灵命的提升，也帮赞旨意伫咱整个教会生活的提升，这是正面的。总是若是负面的，就是咱的灵性的堕落，也会带来整个教会灵性的堕落，包括咱常常咧反省的体制、教会体制，真侪教会机构、教会所属侪者的组织，若是堕落，为着权力三争三拼，为着要做董事长、做头，伫遮个三争中间，若产生侪歹的行为，甚至为着选举伫遐有暴露的行为、贿选，就诚做损坏教会、败坏基督的体，就堕落。咱讲向上提升，对顶头来提升，也是要对下底堕落，向下堕落。向上提升，向下堕落，就在伫咱整体信徒灵命到底是往顶头来提升，照上帝话来行动，互圣神做工感动咱的心，来宣扬福音，也是互歹的溃力较赢，咱往下面堕落，互歹的念头较赢，争权夺利，为着做头，甲耶稣学生共款，三者要坐耶稣的正边，要坐耶稣的倒边，啥物人上大？伫遮个贪婪，伫遮个侪歹中间，整体教会就往歹、往对落方向一直落去。所以整个基督的体，是毋是有伫正面成长、长大人，无搁做囡仔，或者异端邪术、歹学说较赢？互世俗的价值观较赢，互侪即个世界对权力的看法较赢。若是安尼，咱就已经无成教会。真有名的神学家安尼讲，互教会成做教会，让教会成为教会。真要紧的思考，咱成做基督的体，教会，咱是要互基督即个元首、即个头的名拍拉山，也是要互基督教会头得到荣光，荣耀上帝的名。咱就要注意伫教会生活中间。疼惜咱的老母，信徒灵性的老母就是教会。
毋通凊彩损害教会，毋通凊彩拍歹教会，互教会拄着歹名声，互基督成做头，也成做众人所看做厌恶。只不过因为教会的缘故，只不过因为教会中间信徒任何的侍奉者出问题，就互教会头名声拍歹去。弟兄兄弟，你我拢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咱成做基督的体，咱所做努力，拢要成做荣光上帝的名，拢要成做荣光基督教会的头。愿上帝保守咱，引带咱，伫咧纪念庆祝母亲节的时阵，嘛会记起咱属灵的母亲教会，常常伫迄个无意中、无旨意的中间，伊就咧流目屎，伊就咧流血，因为是咱遮的信徒祷告，咱的母亲流血、流目屎。亲像咱拄则所读的心，读的迄首诗，老母的心是石磨仔心，石磨仔心用真侪苦心请养囝儿大汉，就是毋茫有一天伊当大人，会晓照顾家己，阁会晓提携牵成别人的性命。愿上帝祝福咱。伫即个母亲节中间，咱也学习，互家己伫耶稣基督的话内底，上帝话帮助咱提升受起造圣神做工，互咱生命会通成长长大，也互咱伫长大人了后，会通互相牵成、互相提携、彼此结连，互咱发挥应当爱有的功能，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使命，通过基督教会所要完成伫普世宣告真要紧救恩的圣工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起坐伫你即个真要紧的石盘顶。你正做师傅所气杀的迄个触角头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。你正做教会的头，互阮遮的肢体拢通结连伫你，互阮伫教会来成长，彼此相结连，学习信仰的健全，灵命成长。通过圣道甲圣礼的执行，也互阮通过圣神的感动，伫圣道中间学习上帝的话，伫圣礼的领受，互阮会通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生命点伫阮的内底，互阮的成长，互阮的提升，也正做伙伫听内底起造上帝的教会。互阮遵照你的话语来行，也得到你的祝福，也互众人通过阮的生命，会通认捌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伫地面上所起造教会所应该完成的使命。恳求主你施恩赐福，甲阮三甲伫地，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